乡亲继续来关心地方立委的选情，包括这个立法院的副议长蔡其昌等，民进党6位台中立委的候选人，以及无党籍的洪志阳甲基进党的陈碧维，8个人相招去登记参选，画出着80总调台中总赢的口号。另外，婚姻关的前县长苏治芬嘛登记参选，要甲国民党的张家军相对下。2020，台湾要赢，巴西决赛，台中全赢。大声喊口号，民进党包含立法院副议长蔡其昌、黄国书、张廖万根等6名立委候选人，甲基进党的陈碧维、无党籍的洪志阳，做伙到台中州厅登记参选。过去10-20年，对手所做不到，而且或者是不愿意做的一些工作，我在短短的3年多的时间，都将这些建设争取到手。喊完口号，8个人伫支持者陪同进入州厅登记。不过第3选区另外一位候选人，嘛是现任的副市长尤庆英，竞选总部执行长已经传尤庆英特别80岁爸爸替伊做好登记手续。登记的时候，养父都是他父母亲，包含1位助理陪同他来登记。那因为今天他的行程满档，从早上8点就开始，到下午有6、7个行程。面对大家问杨庆英到底什么时阵要请假，竞选总部执行长也是强调会依法办理。除了台中候选人陆续完成登记，伫婚林前县长苏治芬嘛伫一再完成手续要拼连任，伊的对手是张耀美查囝张家军。2个女人的战争，嘛，互这区加做婚林激烈的选区。